開漁季，陽江海陵島頭魚拍賣，38,000蚊成交龍躉魚，成為標王。廣東暑期活力湧動，文旅市場持續升溫。生態環境法典施行，違規使用禁塑製品，最高罰10萬蚊。高溫多雨，蚊蟲活躍，瑞疾控呼籲全民參與防蚊滅蚊。法國外長譴責以色列拒絕接受加沙和平計劃。阿仙奴3-0擊敗曼城，奪得社區盾冠軍。各位歡迎收睇珠江新聞。今日係8月17號星期一，以下係新聞嘅詳細內容。今日一早，陽江海陵島閘坡國際海產交易市場迎嚟咗開漁第一網海鮮嘅新鮮回港，而頭魚嘅拍賣活動亦都係如期舉辦。一條38斤嘅龍躉魚以38,000蚊嘅價格俾人拍低，成為今年嘅標王。那雖然拍賣還沒有正式開始，可以看到現場是已經聚滿了市民和遊客。那我身旁放着的就是今天凌晨剛剛打撈出來的各式的魚蝦海鮮，可以說看上去就非常的新鮮。市民馮先生朝頭早7點20分就嚟到拍賣現場，一早就攞低咗1號拍賣牌。魚王競拍的話呢，我們每一個本地的漁民都很重視這一期的活動的，所以我們更早來到現場的話呢，才可以知道海鮮的品種新不新鮮，而且知道我們這次預計拿下魚王價格預計是多少。您這次來的目標是什麼？肯定是魚王啊！對我們本地人來說，因為這一個不僅是個海鮮，也更是一個好的兆頭來的。朝早8點半，4條木蠅魚以每條168蚊起拍。頭魚拍賣活動正式啟動，隨住一盤盤新鮮海產被成功拍賣，活動進入最激動人心嘅環節，拍賣重達38斤嘅龍躉魚。現在我們的精選龍隊已經來到了3萬魚王，3萬塊來到了3萬塊。還有沒有出價的朋友？我看一下，3萬5，3萬5，價格直接來到了3萬5，3萬5。經過一輪又一輪嘅激烈競拍，呢一條起拍價1萬蚊嘅龍躉魚被馮先生以38,000蚊成功拍低。今天真的是非常的激動，我沒想到現場還會有人跟我在不斷的在競拍，因為今年的話呢，這一條魚王我們勢在必得的，我們把這一份的好的彩頭利頭，祝賀我們本地的漁民珠海一帆風順，順便祝願我的家鄉海陵島越來越好，風調雨順。新鮮回港嘅海鮮亦都吸引咗嚟自全國嘅食客。中午11點幾，閘坡農貿市場已經熱鬧起身啦。大家紛紛挑選海產，迫不及待品嚐呢一季嘅第一口鮮。感覺挺好的，然後現在都可以明碼標價，比我們在市區裡面買的那個都便宜一點。我住在市區嘛，然後我前期是特地從千里之外湖北過來的，所以的話這邊的話便宜好多。買了這個皮皮蝦。皮皮蝦。昨天我買的很貴，昨天買了120塊錢一斤。哦，昨天買了120，今天買了50塊。幾位檔主表示，尋日市場上售賣嘅海鮮種類都仲未有咁豐富，今日一個上午生意都未停過。這些都是剛剛打回來的，這個帶膏的啦，這個小油斑，這個竹竿釣的，賣85到80，以前賣100多的，就以前賣100多。今天好多魚啊，今天還有檸檬，還有其他魚，也有好多，賣35的這個，沒有開以前賣38、40塊。市場隔離嘅國家酒樓，中午都坐滿咗前嚟嘗鮮嘅食客。第6吧，經常來嗎？我每年都過來，比昨天好，今天呢好多了。好甜哦，今天呢，這個海鮮很好啊，吃出來啊，新鮮的，當然不同啊，甜一點啊，好開心啊，都海鮮吃啊，沒有開，那時候都想吃都沒得吃啊。廣東台記者周子琳陽江報導。開漁首個凌晨，湛江市穗溪縣江洪漁港嘅天光魚市預約熱市，漁船喺凌晨2點靠岸，魚市絡繹不絕，市井氣十足。
今次係記者連續第4年嘅凌晨蹲守喺天光魚市，咁漁獲呢仲係咁生猛，但係熟悉嘅煙火氣入邊多咗一啲新景象。现在是凌晨5點半，進入了江紅天光魚市的交易高峰。大家看我的身後，星星點點的頭燈把這裡的海岸線都串成了一條璀璨的星河。這就是天光魚市每年不變的名場面。而天光魚市也從本地人的菜市場變成了遊客的打卡地。我們連續4年來到這裡報道，今年又有什麼不一樣呢？我們一起去看看。由凌晨2點第一艘漁船靠岸，到5點進入交易高峰，碼頭上嘅人流就冇斷過。今年碼頭上有咗一個新變化，越嚟越多嘅人睇啱小船啱啱靠岸嘅第一批貨。喺佢哋睇嚟，小船嗰1兩筐先至係真正嘅頭手先。在這邊是等漁船回來嗎？對，岸邊的上來的可能會新鮮一些，因為我們想買一些這些蝦曬一下蝦乾，然後呢給孩子吃的。他今天是第一次返航嘛，所以漁獲比較多，我們就今天就來。蕭女士嘅攤位前人就冇少過，但今年佢多咗幫手啊，就係放暑假翻嚟嘅囡囡同仔仔，同只係識賣魚嘅媽媽唔同。仔仔嘅手入邊仲攞住部手機，時不時對住攤位影翻段。我是家裡面捕完魚了，我們船回來了，拿魚上來岸上賣，在朋友圈發視頻啊、拍照片那些。那你覺得這樣的效果好嗎？好啊，如果宣傳好啊，有很多人會嚟找你買的，我們有寄給他們。一部手機寄喺攤位，亦都係窗口。用短視頻做生意嘅漁民越嚟越多，而呢一種嘅變化都吸引咗更多遠道而嚟嘅遊客。佢哋大多數被手機入邊嘅種草視頻吸引，專程過嚟打卡買海鮮。專門奔着這個漁場來了，第一次來的啊，是抖音刷到的，買了好多種哦，有金槍魚，有馬鮫魚，有蝦，反正買了1000多塊錢，差不多2000塊錢了。4點多就挑到現在，咱們服務要周到，怎麼樣要加冰就加冰，加好了就拿走了。甚至有人有備而嚟，帶住設備影視頻，記錄開漁盛況。自己其實對魚市啊，還有本地的一些開海氛圍啊、文化這些東西都挺感興趣。我今天是帶了我的手機以及我的一個大單的 S5來記錄今天的一個天光魚市的一個 vlog，挺值的，就是見證到了傳說中的天光魚市，真的確實不虛其名。今年碼頭仲增設咗專屬攬收窗口，第一網鮮味隨收隨發，賣魚嘅人有咗新手段，奔赴嘅人亦都多咗。天光魚市嘅江湖亦都不止於呢一條海岸線。早上7點半，這裡的天光魚市也漸漸散去了。而在明天的凌晨，這裡的星河會同樣被點亮，新的漁船也會靠岸。年年如此，但天天又不同。這大概就是江紅天光魚市讓人來了又想來的理由吧。廣東台報導，開漁之後，廣東街坊又可以大飽口福啦！我哋記者趙暢而家就喺廣州嘅新黃沙水產市場嚟買海鮮嘅市民多唔多呢？邊種嘅海鮮又最受歡迎呢？等佢哋介紹下。趙暢，交俾你。好的，主持人，我現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廣州黃沙的水產交易市場。那大家可以看我手上這個非常生猛新鮮的花蟹，也就是隨着我們昨天的開漁新鮮到的漁貨，那這個價格也可謂是非常的優惠和划算。那昨天可能在這裡購買這個花蟹還需要110元美金，那今天老闆說只需要40多元美金，也是得力於我們的開漁。那目前呢，我們在這個水產交易市場這個一圈走了下來之後，發現到的這個海貨啊還是非常的齊全，同時啊價格也都是有很多的驚喜，而且十分的划算。那目前我們可以看到這邊車流和人流都是十分的旺盛，同時呢我們也能感受到這個海鮮的一個新鮮程度。那目前我們在現場了解到，就在8月16號，第24屆的南海開漁季正式鳴鑼，那超過3400艘的漁船從海陵島的閘坡漁港揚
帆出海。那南海也正式结束了3个半月的一个伏季休渔期。那作为珠三角这个重要的水产集散中心呢，这里也是广州市民品尝开渔第一鲜的一个前沿窗口。那目前呢，我们在现场看到市场里人流车流明显增加，多台冷链货车正在加紧卸货。而据市场的商户介绍，今天开渔首日呢，从粤西的渔港运抵这里的头网海鲜到货达到了7、8万斤。那来自近海的海鱼、虾类、皮皮虾、蟹类源源不断送到各个档口，鲜活度非常的高。那价格方面变化也十分直观，除了我刚刚介绍的花蟹之外，像此前高达140元每斤的高虾这个皮皮虾，如今呢是60元左右就可以买到1斤，降幅非常的可观。不少市民呢也是专程过来尝鲜选购。那不过也需要留意的是，现阶段主要还是近海渔船带回来的头茬渔货。虽然今天呢有到货7、8万斤，但整体的货源仍然偏紧，要等到未来几天大批远洋渔船陆续返航回港，那大批量的渔货集中投放市场。那届时老板告诉我们说，海鲜品类会更加齐全，而整体价格呢还有继续下探的空间。那今年是第24届的南海开渔季，我们可以看到，从阳江渔港千方进发到黄沙市场海鲜直达市民餐桌，也是完整展现了广东耕海牧渔、海洋渔业蓬勃发展的一个鲜活画面。那最后呢，也要提醒我们的街坊们，那虽然说现在已经开渔了，那我们还是可以这个理性消费，等到这个货源到达更多、价格更优惠的时候，我们可以再来错峰购买，那价格呢也会有更多的優惠。那目前呢，我們在現場了解到的情況呢，大概就是這樣。主持人，好嘅，唔該晒趙卓。轉頭翻嚟，仲有以下內容：生態環境法典施行，違規使用禁塑製品，最高罰10萬蚊。廣東暑期活力湧動，文旅市場持續升溫。牙曲蟲草免費試食，就來廣東廣播電視台怡安堂蟲草節，99蚊食蟲草，99蚊食正宗牙曲野生冬蟲夏草。各位街坊買蟲草咧，其實最驚2樣嘢。第一，驚買到流嘢；第二，驚買貴咗啊！2026年廣東廣播電視台怡安堂蟲草節係由西藏牙曲原產地官方直接供貨，斬咗中間商，斬咗門店差價，官方正規渠道直銷，慳錢60%㗎。牙曲蟲草免費試食，每日前10名預約到店嘅客戶頭茶蟲草免費試食，依家購買仲可以享受老友回饋價，市場價248蚊每克嘅牙曲頭茶野生蟲草，老友回饋價只要99蚊每克，市場價488蚊每克嘅牙曲頭茶精選蟲草，老友回饋價只要189蚊每克。市場價578蚊每克嘅拿曲頭茶精選蟲草，老友回饋價只要229蚊每克，買得多送得多。我是小事，保護廣播電視設施，從你我做起。99蚊食蟲草，99蚊食正宗牙曲野生冬蟲夏草。2026年廣東廣播電視台怡安堂蟲草節，每日前10名預約到店嘅客戶頭茶蟲草免費試食，市場價248蚊每克嘅牙曲頭茶野生蟲草，老友回饋價只要99蚊每克，市場價488蚊每克嘅牙曲頭茶精選蟲草，老友回饋價只要189蚊每克，市場價578蚊每克嘅牙曲頭茶精選蟲草，老友回饋價只要229蚊每克。歡迎翻嚟，中華人民共和國生態環境法典正式落地實施，一次性塑料製品嘅管控由以往環保倡議升級為剛性法律約束。經營主體違規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製品，將面臨分級高額處罰，企業最高罰款可以達到10萬蚊。相較於以往倡導式嘅限塑政策，今次法典建立起全流程嘅監管體系，針對生產銷售源頭嘅違法行為，市場監管部門可以沒收違禁產品以及違法所得，並處貨值金額1到3倍嘅罰款，懲治嚴重嘅吊銷生產經營許可證。而喺終端經營使用環節企事業單位違規使用禁限類嘅塑料製品，將處1萬蚊以上10萬蚊以下嘅罰款。本次執法重點覆蓋超市、便利店購物塑料袋、餐飲門店一次性塑料餐盒、刀叉、
吸管等打包耗材，外賣全套塑料包裝，快遞塑料緩衝袋同包裝網。咁其中厚度少於0.025毫米超薄塑料袋、一次性發泡塑料餐具、塑料棉籤、含微珠洗護用品被明令禁止生產銷售。因為塑料它降解的時間太慢了，會對水土會有影響。現在不是要用那竹子做那個更環保了嗎？對，以竹代樹嘛，是吧？包裝的話，現在大部分應該是那種就是不是那種簡易的那種飯盒，是那種就是環保性材質。對。需要注意嘅係，僅外包裝標注可降解，唔等於合規。覆膜、紙張、餐具、普通光降解耗材屬於偽降解產品，投入使用仍然構成違法。另外，新規約束對象僅限於各類生產經營主體，市民居家自用塑料袋、一次性塑料餐具唔會被處罰。廣東台記者莫曉燕報導。正值盛夏，嶺南大地解鎖咗唔少暑期新玩法。全域聯動特色場景，古今交融嘅嶺南風景，令到廣東成為國民暑期出遊嘅熱門目的地，持續點燃盛夏文旅消費熱潮。進入暑期旅遊旺季，汕尾市紅海灣經濟開發區憑借住清澈見底嘅海水、原生態嘅石群島風光、網紅濱海咖啡業態同地道鮮活嘅漁家美食，成為大灣區遊客夏日親水度假、休閒避暑嘅熱門目的地。與此同時，當地多措並舉，揸實暑期旅遊服務同秩序管理，持續擦亮好海水在汕尾文旅金字招牌，令到遊客玩轉山海風光，樂享煙火美食，安心舒心暢遊紅海灣。挺有特色的，特別是開着小店離沿海這樣兜一圈，這種感受就是大城市快節奏裡面是沒有的，非常的鬆弛跟放鬆，所以我才會說一有假期就是連續來這麼多次。跟很多的一些海相比的話，這邊的話就是更清澈、更透徹，非常放鬆，非常愜意。還會選擇再來的。景區內呢有配套親子活動、趕海、玩水、海上的超跑、海上的摩托艇、汕尾的百道名小吃、團醬 BBQ、篝火活動。節日呢還有這個電音節小插曲。日前，藝美嶺南廣東省藝術惠民行動暨唯美此興詩韻90 2026年此興遺留文化旅遊周啟動儀式喺此興羅壩鎮遼源村長圍景區舉行。主會場打造非遺集市，古樸遺留與現代文藝碰撞交融，令到在場嘅每一位群眾沉浸式觸摸感知此興本土遺留文化同90文化嘅獨特魅力。在家門口就能看到這麼盛大的活動，近距離感受咱們史興的圍爐文化，特別自豪，也希望更多人了解咱們史興的美景和文化。近日，為期9日嘅2026第4屆肇慶環星湖藍帶啤酒嘉年華正式啟幕，各類特色小食、文創產品同非遺好物集中亮相。今年第一次，好熱情啊，觀眾啊，同埋啲歌星啊唱歌都特別好聽。嗰邊有個特色，即係德慶嗰啲肉桂啊，肉桂做嘅月餅係特別好食，我覺得。對文旅嚟講發展嘅話都好大好處，我覺得。不過呢邊啲經濟啊都可以帶動咯。廣東台綜合報導。稍後翻嚟繼續係珠江新聞。高溫多雨，蚊蟲活躍，瑞疾控呼籲全民參與防蚊滅蚊。廣州12歲女仔註冊語音直播帳號並打賞11萬蚊。胸悶、心慌，有陣時仲心口痛。我又係啊，經常頭暈，心臟好唔舒服啊。平時咧血壓高、血脂高，就驚心梗中風啊。心臟有症狀，千萬早重視。建議每日3袋丹參保心茶。丹參保心茶，心血管國藥茶，專門治療胸悶、心悸、心痛等症，榮獲國家發明專利。丹參保心茶疏通血管，保護心臟，可以通血管㗎。
仲可以保心防意外。丹參保心茶，早飲早受益。疏通血管，保護心臟，飲丹參保心茶。鎮痛合區風通絡保健液，居家、辦公、出門在外，隨時隨地都可以直接搽。滾珠順滑好滾動，日常護理都可以用。訂購熱線0206231577 0266231591，99蚊食蟲草，99蚊食正宗拿曲野生冬蟲夏草。2026年廣東廣播電視台怡安堂蟲草節火熱進行中，大家認準屏幕下方地址，千祈唔好去錯地方。腰椎間盤突出引發嘅腰痛、腿痛、腰膝痠痛反覆發作，你有冇對症治療呢？用舒筋健腰丸，專藥專治腰椎間盤突出引發嘅腰痛、腿痛、腰膝痠痛，強筋骨、驅疼痛，對症舒筋健腰丸，廣州白雲山陳李濟。歡迎翻嚟。雖然已經過咗立秋，但係廣州嘅高溫、高濕、多雨天氣仍然會持續，為蚊蟲滋生提供咗有利條件。冇錯啦，廣州疾控動員全社會積極參與防蚊滅蚊，降低疫情傳播風險。俗話經常講秋後蚊猛於虎，其實呢個真係唔係誇張。秋季係多數蚊種嘅繁衍高峰期，加上啱好係暑假，進一步增加咗蚊媒繁殖同蚊媒傳播疾病嘅風險。學生在外這個旅遊的情況還是比較多，在旅遊外出返回之後，造成傳播的風險也是比較大的。另外，學校現在處於放假的階段，也是半閒置的狀態。如果這個時候維護不到位，那一降雨的時候會造成大量的滋生地，那蚊蟲的密度也容易反彈。對於公眾嚟講，最重要記住清積水防叮咬，尤其近期雨水多，雨後要重點排查各種小型環境積水。喺伊蚊活躍高峰，即係清晨日出後嘅1-2個鐘頭，傍晚日落前後嘅2-3個鐘頭，避免喺樹蔭、草叢等陰暗潮濕嘅地方長期停留。如果說社區內發現了大量的閒置容器滋生蚊蟲的下水道沒有做處置的，這個可以告訴物業或者是社區居委會，那社區居委會就可以針對性的開展一些統一的滋生地清理行動，這樣才能真正的把蚊蟲給壓制下來。廣州疾控強調，防蚊滅蚊要堅持以環境治理為主，生物同物理防治為輔，必要時採取化學防治嘅策略。陽光可以直射嘅運動場、廣場、寬闊嘅道路、冇喬木或者建築物遮陰嘅閒置土地等區域，唔係空間噴霧嘅重點，一般唔需要開展。廣東台記者林雪影報道。天氣方面，高溫疊加雨水依然係未來幾日嘅天氣關鍵詞。聽日同埋後日，我省多有雷陣雨，局地雨勢較大。具體情況就等省氣象台嘅子晴嚟到講講啊。子晴，交俾你。好嘅，唔該。秘製口味月餅金歐皇同你一齊關注天氣。我哋首先嚟回顧一下，尋日到今日早上，全省係有12個鎮街錄得咗超過100毫米嘅大暴雨，有68個鎮街錄得咗50毫米到100毫米嘅暴雨，有142個鎮街係錄得咗25毫米到50毫米嘅大雨。其中咧喺茂名信義市大城鎮係錄得咗全省最大雨量163.6毫米嘅。今日啦係星期一，受到弱輻合線嘅影響，今日我省繼續會有雷陣雨，未來幾日雷雨都會時不時現身。下邊我哋展開嚟睇下具體嘅天氣情況啊。18號亦即係聽日，受到偏東氣流嘅加強影響，粵西同埋珠三角地區係多雲到陰天，會有中雷雨局部大暴雨，其餘地區多雲會有雷陣雨局部暴雨。19號亦即係後日，粵西到珠江口西側多雲到陰天，會有中到大雨局部大暴雨，其餘地區多雲會有分散嘅雷陣雨。20號亦即係大後日，南部沿海地區係多雲到陰天，會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其餘地區多雲會有分散嘅雷陣雨。
去到後日同埋大後日咧，最高氣温亦都會係節節攀升嘅。南部沿海地區嘅最高氣温係介乎於30至到32度之間，其餘地區亦都會有33至到36度之間嘅。最近廣東嘅天氣總結嚟講就係高温疊加雨水，體感温度係遠超實際温度。建議大家出門在外可以攜帶晴雨兩用遮，既能夠遮陽，亦都可以避雨。另外，便攜式嘅小風扇亦都係必備好物啦，為你喺炎炎夏日當中送上一波清涼。最後同大家睇下聽日嘅全省空氣質量方面非常唔錯嘅，都會有優良嘅等級。好啦，之前係廣東省氣象台嘅報道就到呢度，7點前會有具體嘅天氣預報，下邊將時間交翻俾演播室。唔該晒子晴嘅介紹。深圳首個安寧療護社工服務示範基地近日喺深圳市人民醫院揭牌，將為國內安寧療護服務體系帶嚟全新嘅實踐。安寧療護簡單嚟講係為臨終患者提供身體、心理、精神等方面嘅照料同人文關懷等服務，控制痛苦同不適症狀，提高患者嘅生命質量，幫助佢哋舒適、安詳、有尊嚴咁離世。由於公眾觀念、資源同政策等因素嘅制約，當前國內安寧療護服務體系仍然有待改善。盛海霞係本次安寧療護社工服務示範基地進駐深圳市人民醫院嘅一位社工。喺近2個月內，佢同同事就喺院內開展咗30個安寧療護個案服務。這個過程當中，其實我們跟家屬一起去給患者提供這個善終的服務的過程，然後包括家屬的這個支持的一個部分，跟醫護人員一起專業的一個協同服務，其實是一個特別溫暖的一個過程。安寧療護是我們整個舒緩醫療的一個階段，舒緩醫療覆蓋的是中末期的2到3年，那麼安寧療護呢是最後的差不多半年左右的時間。這個時間的介入，對於家屬、對於患者本身，對於整個的這個社會層面的這個普及都是有幫助的。據了解，該基地今年計劃培育100名一線安寧療護社工，緩解行業專業人才短缺、服務標準化不足嘅痛點。我相信就是在我們這麼多方的共同的努力下，能夠真正讓安寧療護這樣子的那個專業社工服務，可以為更多有安寧需求的這樣的老年人，可以就是讓他們真正能夠安詳的、安寧的走完他們人生的最後1公里。深圳台報道。轉頭翻嚟，仲有以下內容：廣州12歲女仔註冊語音直播帳號並打賞11萬蚊。聚焦傳統文化，剛果金時裝周喺金沙薩隆重舉行。胸悶、心慌，有陣時仲心口痛。我又係啊，經常頭暈，心臟好唔舒服啊。平時咧，血壓高、血脂高，就驚心梗中風。心臟有症狀，千萬早重視。建議每日3袋丹參保心茶。丹參保心茶，心血管國藥茶，專門治療胸悶、心悸、心痛等症，榮獲國家發明專利。丹參保心茶，疏通血管，保護心臟，可以通血管㗎，仲可以保心防意外。丹參保心茶，早飲早受益。疏通血管，保護心臟，飲丹參保心茶。 99蚊食蟲草，99蚊食正宗拿曲野生冬蟲夏草。2026年廣東廣播電視台怡安堂蟲草節，每日前10名預約到店嘅客戶頭茶蟲草免費試食，市場價248蚊每克嘅拿曲頭茶野生蟲草，老友回饋價只要99蚊每克，市場價488蚊每克嘅拿曲頭茶精選蟲草，老友回饋價只要189蚊每克，市場價578蚊每克嘅拿曲頭茶精選蟲草，老友回饋價只要229蚊每克。我是小事，保護廣播電視設施，從你我做起。珠江頻道戰略合作伙伴，丹參保心茶，疏通血管，保護心臟。腰椎間盤突出引發嘅腰痛、腿痛、腰膝痠痛，反覆發作，你有冇對症治療呢？用舒筋健腰丸，專藥專治腰椎間盤突出引發嘅腰痛、腿痛、腰膝痠痛。
強筋骨，驅疼痛，對症舒筋健腰丸。廣州白雲山陳李濟。歡迎翻嚟。而家網絡直播唔單止吸引成年人，唔少嘅未成年人都係深陷其中嘅。廣州有一名12歲嘅小學生就偷偷地用咗佢爸爸嘅手機號同埋身份證註冊語音主播帳號喎。係啊，咁呢個帳號呢，唔到半年嘅時間就充值打上咗11萬。咁呢筆錢可唔可以退翻呢？近日廣州互聯網法院就審理咗呢起網絡服務合同糾紛案。12歲嘅小雅瞞住屋企人用爸爸嘅手機號喺某語音直播 APP 註冊咗多個帳號，甚至仲用佢爸爸嘅身份證完成咗實名認證同人面識別，開通主播權限，累計直播46次。同時佢仲利用父母嘅帳號嚟充值打賞其他直播。那麼在期間呢，他向平台共計打賞了11萬元。那麼時間主要聚焦在他上學期間的傍晚、晚上以及寒假。由於沉迷語音交友，小雅一度休學喺屋企。家長發現之後，緊急向平台申請退款，但係平台就以帳號實名係成年人、直播聲音係成年男性為由嚟拒絕。法官審理認為，作為語音直播嘅平台，冇採取面談、視頻等有效方式核實主播真實身份。一個未成年女仔開播數十次，聲音同成年男性明顯唔同，但係平台就未能夠識別出嚟。我們認為平台它是沒有採取到技術或者人工巡查的有效方式去核實主播的真實身份的，也沒有盡可能在技術和流程規範的範圍內採取充足的措施去防範未成年人冒充成年的身份去充值消費。那麼這也是導致未成年人小雅產生大額充值的這麼一個原因，所以我們認為平台存在重大過錯。法院同時都認為家長對身份證件同支付賬戶保管不嚴，仲曾經協助完成人面識別，存在一定嘅疏忽。最終法院確定平台承擔85%嘅主要責任，退還小雅9萬蚊。還是要提醒我們的家長，還是要盡可能的做好我們的一個監護教育義務，不隨便泄露我們的這個相關的這個身份證件呀，或者支付賬戶給到孩子。那麼對於孩子有一些這種人臉認證、一些這種驗證環節的操作，也要審慎的去對待，培養一個孩子健康使用網絡的習慣。廣東台記者蘭芬報道。暑期過半，唔少家長都揸住假期嘅有利時機，帶住小朋友去到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接種流感疫苗，踐行早接種早防護嘅健康理念。除咗傳統嘅肌肉注射流感疫苗之外，無痛嘅鼻噴流感疫苗今年備受歡迎，成為咗好多怕打針嘅小朋友嘅優先選擇。朝頭早，茂名市茂南區站前街道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預防接種門診內，等候區坐滿咗前嚟接種嘅家長同小朋友。現場流程規範，秩序井然。小朋友完成信息登記之後，依次進入接種室開展接種。流感疫苗分為脊柱流感疫苗和鼻噴流感疫苗。脊柱流感疫苗是傳統的劑型，主要激發體內免疫血液產生保護性抗體，6月齡以上均可以接種，適用範圍比較廣。鼻噴流感疫苗具有起效快，可以激活3重免疫，保護時間長的特點，適合3到17歲的兒童接種。流行性感冒簡稱流感，係流感病毒引發嘅急性呼吸道傳染病，做好預防係抵禦流感嘅關鍵。根據中國流感疫苗預防接種指南，接種流感疫苗係預防流感行之有效嘅手段，能夠顯著降低感染流感以及發生嚴重併發症嘅風險。疫苗接種之後，抗體生成需要一定週期，常規流感疫苗一般要24週先至產生具備保護效力嘅抗體。建議廣大群眾喺流感流行高峰到嚟之前完成接種。我覺得流感疫苗還是很有必要接種的。今天特意帶小孩子過來接種，
我给小孩子接种的是鼻喷流感，主要是孩子自己想喷鼻子，害怕打针。我了解到鼻喷流感有起效快、免疫全、保护时间长的优势，适合兒童接種，就尊重孩子的選擇，接種鼻噴。被噴流感疫苗接種體驗友好，小朋友接受度高，唔少以往抗拒打針嘅兒童都順利完成接種。我喜歡噴鼻子，不用被針扎，不疼，鼻子涼涼的，喉嚨甜甜的。明年我還想噴這個。茂名台報導。國際健身展8月14號到16號喺福田會展中心舉辦，全球400幾家品牌亮相，智能健身、康復理療等熱門賽道創新產品成為咗全場關注嘅熱點。本次展會覆蓋健身器械、運動裝備、普拉提設備、健身俱樂部配套設施等全鏈條展品。對比往年，國產健身器械認可度明顯提升。是我們最在意的一點，就是售後問題，因為它一旦出現配件啊這些東西要換的話，一般都需要時間會比較長。國產還是挺滿意的，所有廠家都在進步。我們也帶來了很多我們自主研發的具有知識產權的一些產品。我們主打的一個方向也是深圳的健身氛圍、健身意識是要好得多。運動後修復、人體機能優化正成為行業新風口。展會專門打造未來健康科技特色展區，冷凍倉、高壓氧倉、紅光理療等一批面向運動人群嘅健康解決方案集中亮相。比我想象中人流量更多，而且有非常多的是來自於國外的客戶，有一些意向訂單，有明顯的詢價，並且非常符合我們的目標客戶。這個讓我們很驚喜，是意外之喜。Oh, it's overwhelming. I was very overwhelmed with the feedback. People were excited about, biohacking, about longevity, about optimization. So much, a wonderful network. I love Shenzhen. It's my favorite city in the whole world. 有唔少境外企業紛紛瞄準大灣區市場，希望借助深圳嘅產業同區位優勢，拓展分銷渠道。香港就有啲家用嘅客戶，即係我哋都想有機會去做啲分銷啊。客流來講，關注比去年增長了50%。深圳來講，它的消費力和它的晉升的人群基數也非常大。我覺得明年我理想是比今年再翻一倍上去。深圳台報導。稍後翻嚟繼續有國際方面嘅消息。8國外長譴責以色列拒絕接受加沙和平計劃。聚焦傳統文化，剛果金時裝周喺金沙薩隆重舉行。趁情人節，麻木人傳人，頭都擠缺氧了。頭皮要呼吸，就用新清揚。新清揚油卸零反覆，72小時，頭皮暢呼吸。珠江頻道戰略合作伙伴丹參保心茶，疏通血管，保護心臟。99蚊食蟲草，99蚊食正宗拿曲野生冬蟲夏草。2026年廣東廣播電視台怡安堂蟲草節火熱進行中，大家認準屏幕下方地址，千祈唔好去錯地方。我是小事，保護廣播電視設施，從你我做起。鎮痛合區風通絡保健液。居家、辦公、出門在外，隨時隨地都可以直接搽。滾珠順滑好滾動，日常護理都可以用。訂購熱線020-6233-1577 020-6233-1591。拿曲蟲草免費試食，就來廣東廣播電視台怡安堂蟲草節。胸悶、心慌，有陣時仲心口痛。我又係啊，經常頭暈，心臟好唔舒服啊。平時咧，血壓高、血脂高，就驚心梗中風。心臟有症狀，千萬早重視。建議每日3袋丹參保心茶。丹參保心茶，心血管國藥茶，專門治療胸悶、心悸、心痛等症，榮獲國家發明專利。丹參保心茶，疏通血管，保護心臟，可以通血管㗎，仲可以保心防意外。丹參保心茶，早飲早受益。疏通血管，保護心臟，飲丹參保心茶。歡
歡迎翻嚟睇下國際方面，埃及、卡塔爾、約旦、阿聯酋、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土耳其同沙特阿拉伯8個國家嘅外長喺16號發表聯合聲明，強烈譴責以色列日前拒絕接受加沙和平計劃。聲明話，該計劃已經獲得巴勒斯坦嘅各派別接受，係各斡旋方經過廣泛努力推動形成嘅重要成果。以色列公開拒絕落實加沙和平計劃，係對該計劃嘅直接否定，並從根本上破壞咗為實現公正持久和平所作嘅集體努力。聲明同時指出，以色列應該對由此產生嘅一切後果，包括當地局勢惡化以及加沙和平進程受阻，承擔直接同全部責任。聲明仲表示，美國應該持續積極參與落實加沙和平計劃，以確保以色列完全遵守該計劃並履行承諾，防止計劃落實進一步受阻。聲明重申，堅決反對任何通過單方面行動否定或者阻止巴勒斯坦建國嘅企圖。只有落實兩國方案，先能夠實現公正、持久、全面嘅和平。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9號話，以色列拒絕美國發起嘅和平委員會提出嘅加沙和平計劃，並稱喺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真正解除武裝之前，以軍唔會撤出加沙地帶。廣東台編譯報道。針對2個月前伊朗同美國簽署嘅旨在結束衝突嘅諒解備忘錄，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喺16號表示話，諒解備忘錄係伊方喺維護尊嚴、展現實力嘅基礎上達成嘅，冇向敵人屈服。根據伊朗總統府網站發布嘅聲明，佩澤希齊揚強調，呢份諒解備忘錄係經過深思熟慮同專家深入討論之後起草嘅。另外，根據伊朗伊斯蘭共和國通訊社16號報導，伊朗伊斯蘭議會議長卡利巴夫15號晚上喺一場活動上對媒體表示，伊美簽署嘅諒解備忘錄係一份為國家贏得榮譽、鞏固伊朗喺外交領域取得勝利嘅文件。美國同伊朗方面6月17號公開諒解備忘錄正式文本。根據呢份文件，美伊承諾喺60日內舉行談判並達成最終協議。但係美軍7月7號同8號連續2日對伊朗發動軍事打擊，理由係回應伊朗襲擊通過霍爾木茲海峽嘅商船。薩爾瓦多曾經長期都遭受幫派暴力嘅困擾，一啲幫派會用塗鴉嚟標記領地。不過，呢啲曾經被黑幫用嚟標記地盤嘅牆壁，而家就成為咗城市藝術家嘅畫布。近日，薩爾瓦多藝術家開始喺亞雅查潘社區創作街頭壁畫，用藝術點亮生活。呢度係位於亞雅查潘嘅一處社區，漫步喺街頭，絢麗嘅巨幅壁畫十分引人注目。喺藝術家睇嚟，文化係城市嘅靈魂。藝術係生活嘅底色，為鼓勵大家重燃對生活嘅希望，佢哋喺亞雅查潘社區創作多幅街頭壁畫。Y si logramos un par de años después ganarle los muros a las maras y pandillas a través del arte. Siempre he pensado que el arte es una herramienta mágica, una herramienta de transformación social que si uno la sabe utilizar y la pone a la disposición de la población,se logran grandes cosas y creo que a nivel personal lo viví, como el arte cambió mi vida, cambió mi rumbo. 據了解，亞雅查潘曾長期遭受幫派暴力困擾，當地居民終日生活喺惶恐之中。近年嚟，隨住薩爾瓦多政府喺全國範圍內展開大規模掃黑活動，包括亞雅查潘在內多地治安情況得到極大改善。廣東台編譯報導。近年嚟，非洲喺高定時裝同藝術領域發展迅速。近日，2026年剛果金時裝週喺該國首都金沙薩隆重舉行。剛果金時裝週係非洲極具文化特色嘅年度時尚盛會之一，今年已經係第6屆。
該活動匯聚咗剛果金本土同非洲嘅優秀設計師，將蘆葦編織、蠟染印花等傳統非洲文化元素融入到時裝作品當中。La DRC Fashion Week, il faut savoir que c'est un événement qui est basé au Congo, mais qui est vu par le monde entier. Et c'est un événement qui met en lumière les jeunes créateurs, pas seulement les stylistes, les fashion designers, mais aussi les mannequins. Donc plus ou moins par rapport à la visibilité qu'a la DRC Fashion Week, on est sûr et certain qu'en participant, on sera vu par des Occidentaux et j'en passe. Et ils verront plus ou moins que Made in Congo, on peut faire des pépites. 以剛果金時裝週為代表嘅活動，唔單止展示咗年輕設計師非凡嘅創造力，仲有助於扶持優秀青年設計師嘅品牌發展，同時為業內人士提供交流與合作嘅平台。廣東台編譯報導。轉頭翻嚟，仲有體育方面嘅消息。阿仙奴3-0擊敗曼城，奪得社區盾冠軍。足球友誼賽，皇馬3-0完勝史浩克04。酸的、冰的，一喝就痛，可能是牙敏感。使用舒适达全新专业修复牙膏，2分钟修复敏感牙。在使用舒适达一段时间之後呢，喝一些冰的飲料就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了。所以說我很推薦使用舒適達。99蚊食蟲草，99蚊食正宗拿曲野生冬蟲夏草。2026年廣東廣播電視台怡安堂蟲草節火熱進行中。大家認準屏幕下方地址，千祈唔好去錯地方。舒筋健腰丸專藥專治腰椎間盤突出引發嘅腰痛、腿痛、腰膝痠痛、強筋骨、驅疼痛，對症舒筋健腰丸，廣州白雲山陳李濟。手機細字啊睇唔清，睇遠呢個人面咧就蒙查查。傳統嘅老花鏡咧，淨係睇近就睇唔到遠，成日咧就要除下戴下，唔使急，戴超視立遠近一體鏡，夠專業。6年以前，我發覺到我睇書啊、睇電視啊、揸車呢，睇得唔係好清，遠近都睇唔清。揸車時速到咗100公里以上咧，就睇嗰啲標誌或者係標線睇唔清，睇到電視廣告超視力。跟住我就過嚟，咁啊自從配咗超視力以後呢，又清晰又舒服，睇遠睇近好方便。一副眼鏡就解決到我嘅老花遠視散光。我係八姑配眼鏡，我推薦超視立遠近一體鏡。近視、老花、看遠看近，只需一副超視立。配鏡專線400-800-8812。歡迎翻嚟。體育方面，英格蘭社區盾決賽喺琴晚打響噃。依靠住卡拉菲奧利等人嘅多點開花，上個賽季嘅英超冠軍阿仙奴以3-0完勝足總杯冠軍曼城，加冕社區盾冠軍。開波只係23秒，阿仙奴閃擊破門，史基利一個靚直線穿透咗曼城後防，卡拉菲奧利冇浪費單刀機會，低射近角得手，阿仙奴獲得夢幻開局。第20分鐘，曼城進攻機會，科頓喺禁區外圍起腳遠射，但未能夠考驗到門將拉耶。28分鐘，奧迪加特斜傳入禁區，卓利斯喺尾柱位頭槌擺渡，夏維斯中路頭槌接力破門，阿仙奴領先2-0。第40分鐘，道古橫傳中路，夏蘭特12碼點附近嘅推射再度俾拉耶神勇撲出。上半場嘅補時階段，夏維斯喺窄角度嘅射門就俾門將擋出，奧迪加特補射，格華迪奧奉獻咗精彩嘅門線解圍。換邊再戰只係3分鐘，阿仙奴再次改寫場上比分。卓利斯橫傳中路，奧迪加特首先係吸過咗格華迪奧，再一個假身仰跌咗東拿魯馬，輕鬆推射空門。呢個係卓利斯加盟阿仙奴之後嘅第一次正式比賽亮相，佢用2個助攻證明自己嘅身價。之後嘅比賽，兩隊都未能夠再入波，比分最終定格喺3-0。阿仙奴成功捧起隊史第18座社區盾冠軍。廣東台報導，皇家馬德里作客同史浩克04踢咗一場嘅友誼賽，咁憑藉住麥巴比等球員嘅搶眼發揮，皇馬係以3-0擊敗對手。
開波第6分鐘，皇馬前場逼搶，舒查倫貝治回傳失誤，麥巴比攞波之後入禁區單刀低射破門，皇馬首開紀錄。5分鐘之後，麥巴比接應隊友嘅長傳，再次有單刀機會，可惜喺最後禁區外嘅遠射就偏出。13分鐘又係麥巴比嘅表演時間啦，佢用速度壓入禁區，窄角度嘅射門俾門將擋出。第20分鐘，古拿喺左路開出角球，甸恩曉讚高高躍起，力壓防守球員頭槌破門，皇馬將比分擴大到2-0。皇馬嘅攻勢如潮。第36分鐘，古拿俾個直線，麥巴比無私橫傳中路，雲尼斯奧斯跟進嘅射門就俾後衛喺門前解圍。下半場第57分鐘，皇馬再次擴大優勢，卡尼拉斯喺左路攞波入禁區，喺跑動中高波斜傳到尾柱，替補登場嘅艾斯賓包抄頭槌破網，呢個波徹底終結比賽懸念。全場比賽結束，比分定格喺3-0。摩連奴回歸皇馬後嘅5場季前熱身賽，皇馬取得4勝1和嘅不敗戰績。廣東台報道。WTT 歐洲大滿貫賽瑞典站女單決賽，國冰兩大主力上演巔峰對決，最終頭號種子黃曼旭以4-2擊敗咗隊友王藝迪，奪得冠軍。喺半決賽，黃曼旭以4-0擊敗隊友拐曼，王藝迪就係以4-2力克日本名將張本美和，兩人成功會師決賽，國冰提前鎖定女單冠亞軍。決賽首局，黃曼旭率先發力，獲得6-1嘅領先，而王藝迪頑強將比分追到10-10。喺關鍵分，黃曼旭揸住對手失誤漏洞，以12-10驚險攞低開門紅。第二局，黃曼旭乘勝追擊，連續打出高質量雙持球，牢牢壓制對手攻勢，迅速以11-3贏低。落後住兩局嘅王藝迪迅速調整戰術，主動提速，加強正手搏殺同落點變化，以11-9驚險追翻局。第四局成為比賽嘅關鍵轉折點，王藝迪開局一度佔據優勢，黃曼旭沉着冷靜，揸住反擊機會連續追分，最終以12-10再度贏低呢一局，首先攞到賽點。第五局背水一戰嘅王藝迪徹底要放開手腳啦，憑借住凌厲嘅攻勢持續壓制黃曼旭，佢再度係以12-10贏多局，頑強將大比分追到2-3。第六局雙方開局打到5-5平。關鍵時刻，黃曼旭變換攻防套路，調整發球同接發球嘅節奏。佢連攞6分，一舉拉開分差，最終以11-5鎖定勝局，成功登頂奪冠。廣東台報道。呢一節新聞時間夠啦，多謝各位收睇，聽日同一時間再見。再見。戰略合作伙伴，丹參保心茶，疏通血管，保護心臟。99蚊食蟲草，99蚊食正宗拿曲野生冬蟲夏草。2026年廣東廣播電視台怡安堂蟲草節，每日前10名預約到店嘅客戶頭茶蟲草免費試食，市場價248蚊每克嘅拿曲頭茶野生蟲草，老友回饋價只要99蚊每克，市場價488蚊每克嘅拿曲頭茶精選蟲草，老友回饋價只要189蚊每克，市場價578蚊每克嘅拿曲頭茶精選蟲草，老友回饋價只要229蚊每克。我是小事，保護廣播電視設施，從你我做起。我做家務咧比較多，因為我阿仔一頭家，我自己一頭家。
又買餸啦，又拖地啦、洗衫啦，腰部經常唔舒服。咁以前咧我就用傳統嗰啲咧，就味啊比較臭啲咯，搣落嚟嗰時黐住嗰啲毛孔咧就即係痛，仲有啲黑色嘅印留喺度。後尾咧我個仔咧就買咗一個鎮痛合貼膏俾我用咧，咁我用咗第一次就覺得好舒適啦，因為佢貼嗰時咧好涼爽，好舒服，然之後嗰啲草本味咧好舒服聞得。咁啊做嘢嗰時咧又唔覺得話即係會掹住我啲皮膚咁樣，搣落嚟嗰時咧啲皮膚又唔紅。鎮痛俠筋骨消痛保健貼，採用更貼合皮膚的水凝膠技術，貼得住但不會有拉扯感，親膚溫和不傷皮膚，超大尺寸一次覆蓋到位，多種本草成分融合而成，使用方便，哪裡不舒服就貼哪裡，溫和不刺激，貼着很安心。鎮痛俠筋骨消痛保健貼，現在購買即送2日體驗裝，趕緊撥打訂購熱線02062331577，02062331591。請認準官方正規購買渠道，微信小程序、抖音搜索南方怡安堂，京東、天貓 APP 搜索遵義園旗艦店，小紅書搜索廣東廣播電視台怡安堂。99蚊食蟲草，99蚊食正宗拿曲野生冬蟲夏草。2026年廣東廣播電視台怡安堂蟲草節火熱進行中，大家認準屏幕下方地址，千祈唔好去錯地方。本欄目由金歐皇月餅總冠名播出。明興清開靈李先生提醒你。今晚到聽日，珠三角地區多雲到陰天，會有中雷雨，局部大暴雨，雨勢較大，出行記得帶上雨傘。後日嘅雨勢依然比較大，氣溫介乎於25到35度之間。大後日南部地區多雲到陰天，會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本欄目由傲雪第10屆沐浴節贊助播出。特別鳴謝戰略合作伙伴海龍個月餅。傲雪第10屆沐浴節提醒你關注城市天氣。廣州中雷雨26到33度，佛山大雨轉雷陣雨26到33度，中山中雨26到32度，東莞中雨25到33度，深圳雷陣雨轉中雨25到31度。珠海中雨26到31度，韶關雷陣雨25到34度，河源雷陣雨25到34度，梅州多雲轉雷陣雨26到36度，惠州雷陣雨轉中雨27到32度，汕尾雷陣雨26到31度，揭陽多雲轉雷陣雨25到34度。汕頭多雲轉雷陣雨26到32度，潮州多雲轉雷陣雨26到34度，清遠中雨轉雷陣雨25到34度，肇慶中雨轉雷陣雨25到33度，雲浮雷陣雨25到33度，江門大雨轉中雨26到32度，陽江陣雨轉中雨25到31度。茂名雷陣雨轉中雨26到32度，湛江大雨26到32度。本欄目由傲雪第10屆沐浴節聯合播出。昌華月餅感謝你收睇天氣預報。珠江頻道戰略合作伙伴丹心。